開設於澳門葡京人的擁有近100年歷史。日本知名連鎖超市田島商店3月7日上午11時開業，提供當地直送的人氣零食、美酒茗茶，獨家引進多款人氣威士忌和季節限定商品。田島商店日本本社社長鄧明輝在致辭中表示，其以優質商品為橋樑，串聯起兩地生活智慧，並設澳門特選專區，供應日式調味料、特色即食食材、手信禮盒等跨界商品，迎合本地市場。未來將與本地社團合辦不同形式活動，持續深化區有好型超市定位，亦期待與更多澳門本地企業合作，共同促進區域經濟發展，打造充滿活力與創新的商業生態，提升東亞文化之都影響力。期間並進行簽約儀式，鄧明輝代表田島商店分別與本澳多家企業簽訂合作協議，未來將攜手開發更多商機，實現資源共享、優勢互補。